10幾萬嘅標軸柏尾係最好賣嘅。講真，我自己玩呢隻車，我都會揀呢啲嚟玩。尤其是21、22、23嘅，同21之前嗰啲咧，真係會有個價格分水嶺嘅。呢代柏尾嘅價位分佈咧，178會係一種啦，3.0T 舊款機器，40-50萬啊，50鬆啲都有噶啦。19開始換 2.9T， 但外觀仲未中期改款嗰啲咧，就50幾、60幾都有。咁呢啲70幾嘅咧，一定係21之後。以我哋呢架22年5萬幾公里嘅為例咧，首先前槓嘅細節唔同咗啦，後邊尾燈變咗真正嘅貫穿式，而嚟到內飾咧，大體係呢啲車窗掣啊，包括頭燈嘅掣係變咗同992一樣嘅呢啲啞光嘅按鍵嘅，咁啊對齊翻波子最新嘅設計語言，包括方向盤嘅掣同車機都係有變化嘅，而呢啲細節嘅更新咧，就係從22款開始先至全部齊晒嘅。市面上大部分車都係120萬左右嘅配置啦，呢架都係咁啊，呢隻拎去咗6萬幾噶啦，有5夜藍嘅油漆啦，有波爾多紅嘅全真皮籠，有 SC 有360環影，後排揀咗4+1座椅，好賣嘅柏尾基本就係呢啲配置嘅。咁呢架唯一美中不足就少咗個 Bose 音響。咁全車咧就我哋整備嘅時候噴咗條前缸，咁啊原車浸車衣我哋係撕咗噶啦，因為都5萬幾公里啦，個車衣本身都有黃有花。咁4隻拎嘅邊有揩花嘅位置，我哋全部都做咗翻新，機械部分同底盤全部都 check 過晒。而家呢個狀態到你手咧，開過大幾萬公里，唔使喺機械部分做任何投資噶啦。咁而家柏尾仲未換代嘅，所以流通緊嘅呢啲二手車咧，一定係24款嗰隻醜樣燈嘅係更加之貴嘅。但係換代之後咧，我認為以後最保值嘅就係呢一批柏尾啦。唔知你哋點睇咧？